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，要为落啊，大家拢真关心食材到底有青也是无青。要来甲大家小解一日，就是青，青就会当讲是食材食的物件真新鲜，嘛会当讲是青菜衫色水真艳。另外，这里青嘛有一般咱常常听到的音，就是新鲜的鲜。啊，若俗音真侪人读做鲜，大家真侪人读做新鲜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青笑，代表讲是食的物件，因为真新鲜、真光，嘛会当讲是一个人青菜色水真艳。第二个词新鲜，嘛有真侪人读做新鲜，确实嘛是有字典写做新鲜。这个意思同款是讲物件真青，无变质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电视节目伫咧播主持人青菜真青笑，带大家来到鱼市啊，食上界青的海产，上界新鲜的海产。要来算古早的铁佗米，实在真趣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青，另外还有音读做鲜含鲜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